60秒郵輪小知識，河輪同埋郵輪有啲咩分別呢？第一，當然係佢 size 啦。講緊係河輪嘅話咧，一般咧層數比較少嘅，只係屬於3層樓左右，而佢人數咧比例比較少啦，因為佢喺河上面行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只可以係一個好平嘅、好長嘅一隻船去容納大約100至200人左右嘅，就係一個河輪嘅玩法啦。第二係佢嘅行程啦，咁一般咧郵輪嘅話咧係會喺海岸邊，而大型郵輪嘅咧停唔到喺市中心嘅，咁所以河輪咧呢個就係佢優勢啦，因為河咧係喺個岸邊啦，亦都喺市中心啦，所以郵輪咧係帶你去國家，河輪咧係帶你深入去唔同嘅國家玩，所以呢個咧就係最大嘅分別啦。咁第3點咧，其實分別咧就係佢嘅服務啦，同埋個設施上邊啦。咁一般河輪咧，佢哋比較注重服務嘅，咁但係講緊設施上面咧，就會比一般大型郵輪欠缺啦，因為佢人數比較少啦，層數比較少啦，所以咧通常都係以服務啦，同埋講緊係玩為主，呢個就係河輪嘅玩法啦。